尋找廠房同貨倉嘅時候，企業最常遇到嘅問題不外乎電壓不足、貨櫃車無法進入或者上落貨時間過長。今日為你推介嘅筍盤火炭豐盛工業中心中層相連單位，就能一次過解決呢啲營運痛點。物業具備完善嘅物流配置，大型停車場可供貨櫃車直接駛入，對出街道不設禁區，並配備4部大型載貨升降機，讓上落貨過程更快捷順暢。此外，單位極罕有咁配備咗3相 200M 大電，無論係營運數據中心、大型冷鏈設備，定係自動化生產線，電力供應都游刃有餘。空間方面，呢個係一個罕有嘅過萬尺相連單位，面積高達約10,445平方尺，間隔4正實用。現時採用半倉半寫字樓格局，買家或租客可即買即用。單位更內置獨立洗手間同埋獨立冷氣系統，打破傳統工廈嘅時間限制，方便企業24小時全天候營運。除咗實用性高，物業亦兼顧企業形象。大廈設有雲石大堂及專屬載客升降機，接待客戶亦相當得體，地理位置同樣優越，步行約10分鐘即可抵達港鐵火炭站。周邊餐飲、銀行同各項民生配套一應俱全，為員工帶嚟極大便利。單位現已交吉，可租可售，歡迎隨時預約參觀。無論係擴充業務定係長線投資，呢個物業都係你嘅理想之選。正式聯絡美聯工商鋪查詢詳情。